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嚟睇清楚佢對呢段感情嘅感覺啊。第一個係新景象，第二個係突破，第三個係重擔。睇下你哋會揀邊一個？憑你哋嘅直覺。好，第一張新景象，呢張牌係代表佢對你哋之間嘅感情其實係熱情嘅，亦都充斥住智慧。你哋嘅感情都係相對比較好噶。咁而且你令佢感覺到，除咗係想而家嘅拍拖，甚至係想將來係會有發展嘅空間，或者結婚，或者再進一步。第二個突破，呢一張牌係會令佢覺得呢段關係可能之前佢有啲隱瞞，有啲唔係一個真正嘅佢，可能佢會係想會同你嚟一場坦誠嘅溝通，甚至係攤牌講出佢內心嘅感受，因為而家嘅佢係不吐不快嘅狀態。第三個係重擔，呢段關係令佢覺得喘不過氣，佢會喺度衡量緊究竟你想要嘅將來，你想要嘅嘢，佢能唔能夠俾到你。然而呢種壓力其實大部分都來自於佢，然而可能你喺相處嘅過程中都會成日同佢可能有啲爭拗，然而佢就選擇用冷暴力，甚至沉默去應對你。所以呢段如果你哋想關係會好啲嘅話，希望你哋可以選擇坐低嚟慢慢傾啦。今日就分享到呢度。